我们正国寺的常住法师，还有居士大德，以及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是初四，我们前3天呢，初一、初二、初三有拜忏，最后一天就是佛事大超度了。昨天刚好功德圆满，利用今天早上呢，师父写这一章来跟各位大家结一个法缘。我们对生命要护其生存啊！任何在这个世间有灵性的动物，它能够活，它能够走，它能够有嘴巴吃东西的，都有灵性的动物。对所有的生命，我们都要帮助它生存下来。之前我们在长春办放生活动啊，羊啊、牛啊、马肚子都有孩子哦，我们不忍心让它受到残害，所以让它能够在放生园过着一个很自由自在的日子。我们不能去伤害它们，我们对生命一定要保护它的生存，让它能够活下来。这个是我们共同的责任。你没有造杀业，你就不会多病多灾多难，身体一定会健康，印土会开通，而且社会会更加祥和。对所有动物，我们都必须要尊重它的生存权，不能去伤害到它。对老弱一定要整齐康强，对老年人，尤其是对于软弱的身体有疾病的人，我们要帮助他，拯救他，让他健康，让他强壮起来。我们应该要发慈悲心，要有一种怜悯心、同情心，让他健健康康、活活泼泼的。这个是我们应尽的本分。修行人看到别人快乐，非常的欢喜，众生高兴是佛最欢喜的事情，一定要注意这一点。对危难一定要记起平安。有人在危险了、有灾难的时候，我们要救济他，让他赶快度过这个难关，得到平安吉祥。这是我们应尽的本分，一定要做的。最近我们一直很忙，忙在哪里？你看，印尼啊、苏门答腊发生水灾，泰国发生水灾，越南很多水灾，各位知道吗？还有很多地方啊，尤其是尼泊尔，很多学校没有经济能力可以继续好好的读书求学。一个人如果没有读书，他没有办法变化他的妻子，他不懂得世间的道理，对社会就会造成危害。所以我们对危难应该要帮助他们得到平安。对邪见，我们要助其正信啊。有邪知邪见的人，虽然可能看起来他有受高等教育，他的观念偏差了，有的非常的执着，强取豪夺，想要占有很多的东西，利用他的知识，结果去造罪造恶。所以这种邪知邪见的人，我们要帮助他要有正确的信仰。你懂得因果吗？你送给别人，实际上是送给你自己啊。你给别人的东西都是会回到你身上来，欺负别人，利用他的权势想要伤害别人，或者侵占别人的财产啊，伤害别人的生命，这些最后会回到你身上来的。我们要给他一个正确的信仰。对于临终，我们要诵起念佛。临命终，这个人要往生了，要舍报离开这个人世间，我们一定要诵他念佛，好好的鼓励他念佛。为什么？佛要救度任何一切苦难的众生。你在生的时候念佛救度你，就算往生了，你知道这个时候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拯救我，我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哦，我要随业流转哦，命运非常让人担忧的哦，怎么办？如果在这个紧要的关头，我们赶紧跟他念佛，知道说念佛的重要，他听到以后欢喜心，马上跟着念佛，他就能得救了，就能往生西方。所以各位，对临终我们要诵起念佛，教导他念佛，因为人会死，但是灵魂神是永远不灭的。如果他明白念佛的重要性，跟着你一起念，不管3句、2句、1句，他都能解脱，都能够跳脱黑暗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道理。今天利用这个机会给各位大家简单介绍，感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